手后第几个冬季？今天是星期几？偶尔会想起你。你突如其来的简讯，让我措手不及，愣住站在原地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才傻傻清醒。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。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，拿着喜帖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。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你。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，我手寒暄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不知不觉钟声响起，你守候在原地，等待着他靠近。温柔的他单膝跪地，钻戒缓缓带进你的无名指里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才傻傻清醒。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，做美也从容在怀里。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你。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，我试着重新祝福你。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，选择时分一下线离心力。又不是偶像剧，怎么我演得那么入戏？这不堪入目的剧情。感谢你特别邀请，观赏你要的爱情，嘉宾也许是另一种疏离。别看你的自己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资格关心？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，却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。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，把自己还给我自己。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。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，但愿他会比我更